行政院长杜英泰就任了后，头摆去金门肯定海巡队一年以来出动175架次的舰船，应对54摆中国海警船的侵扰。针对总预算的争议，杜英泰也当面向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讲，台检预算袂当太安全，检也袂当减尊严。国防部也讲，大幅度台检冻结预算，会互咱较好应对中国军方的侵扰台湾。上任了后，头一届去金门时度，行政院长杜英泰伫海委会主委管佩玲的陪伴，18勤勉金门海巡队，一年出动175架次的舰艇，应对54届中国海警船侵扰。杜英泰讲，金门是民主甲极权的第一线，海巡设备、人力训练拢需要经费支持。不过，立法院17针对114年度总预算案，通案删减939亿。杜英泰当面向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发声，袂当删安全，袂使减尊严。有一些部分昨天已经表决通过了，那是不是还能够有起死回生呢？我是不知道，但未来一定让我们的整个国家的执行造成很大的困难。那我也谢谢曾委员，我倒是比较喜欢在这里遇到他，比在立法院交谈多了。过去的这一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是2.7兆，今年事实上增加了4300亿，那就算立法院删减1100亿哦，事实上也还是增加3000多亿。对南北甲首长特别费删减60%，杜英泰讲，首长特别费毋是采徛钱，是用来做年节甲特别勤务，也是有表现机构的加菜金。坦白讲，无立法院的支持，行政院会寸步难行。毋过在野党无认同，连到考试赖政府，还有2条9000亿的预算，连做无法度做代志都落台。台湾人的纳税钱给了我们2兆9千亿，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无法执政。那就请你下台换人做。唯有这2天能够尽可能让蓝白的黑箱预算提案能够尽可能的透明公开，让人民来发声反制。针对南北联合三度媒体宣传费60%，包括交通部编列1亿360万6千块，全部删除。交通部长陈世凯亲像回线说明，讲删除预算会影响道安改善。对于台湾的人本交通的建立跟未来行人的安全会有相当大的影响。另外，在野提案冻结江南预算18亿，马国提案冻结国防部业务费70%，差不多1781亿，也加装备零附件预算76亿。国防部表示，会削减国军应对强军侵扰的应处能力。那么，国军只有在全民以及国会的支持之下，有效地运用稳定成长的财源，才能够达成建军备战的一个目标。国务会马龙发声明，讲删减预算不利业务推动，目前也有剩差不多800万的预算提案，会伫后礼拜1甲拜2 2天展开长时间的表决战，并20亿会期结束前3读通过总预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